题，今天也是彰化县政府善的力量，爱的希望文藏捐赠记者会，让记者会正式开始。欢迎各位贵宾以及记者莅临。我们的记者会呢，今天非常开心，这么多的贵宾来莅临现场。那我们今天来逐一为大家介绍今天的与会贵宾。首先，我们欢迎。怎么会想到说要捐这些文章？因为也是看到登革热的新闻，然后因为爷爷的第三次这场在做文章，那我们希望用传承爸爸的，延续爸爸的爱心传承，然后希望能帮弱势民众病人的治疗病院，所以我们希望能跟政府合作，让这个资源充分的有帮助到。OK， 好，谢谢。谢谢。代表中华国长黄惠美感谢了咱爱心企业生人纺织有限公司咱白灿龙台董事长为什么爱心顶边有关咱的健身器跟拉伸架顶个月这届呢为着咱的这个环境的健康跟咱一寡老伙仔同学咱咱的预防这个登革热这一次捐出了1300顶的这个蚊帐，这个蚊帐也是我们这个生人企业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抛砖引玉的那也知道最近这个登革热的这个疫情一直在发烧，那我们希望说我们彰化县都没有人得到也不会有这个疫情这个部分呢，我们生人企业捐出爱心，先提供这个1300给我们弱势团体机构一些需要的这些单位。那今天特别由我们白灿龙董事长的现金，也是我们的服装设计师白玉文白小姐特别来代表白董事长来捐赠。那我们也代表县长来感谢来颁发给感谢状给我们的这个白玉文白设计师今天特别谢谢我们的这个生人企业董事长我们这个一直在支持着我们的这个社会福利。那我们希望说各界有更多的资源来支持我们的这个弱势团体。那我们彰化县政府也是一个平台希望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受赠来分送给我们需要的这一些弱势团体，这一些弱势这个老人家这一些社会福利机构大家一起共同来防治这个登革热希望登革热的防治，而且特别嘛，来感谢咱的这个大家印象足深的咱的这个白伯伯，过去关乎咱的经济包括运动比赛，包括咱足济的这个小朋友的这个相关的球等等的这个白伯伯，伊讲看顾到咱的这个乡亲这个健康，一厝呢捐出咱1300的这个网豆，希望讲互咱一寡艰苦人会使讲透过这个网豆预防我们的这个登革热，互因有法度较健康，而且嘛利用这机会感谢咱这个大慈善家白伯伯因的这个出钱，这个对咱地的这个关怀甲疼痛，美好彰化希望城市大家做伙打拼，恭祝咱白伯伯开路多，搁继续赚到千万倍哦。